有一名中央航空的空服人员破病了后继续上班，等来到台湾却不幸来过往。劳动部今公布调查报告，认定中央航空用干部出勤、工作态度制度来做评断，造成组员唔敢请假。为了要保障这劳工的请假权利，也要来修法咯，保障病假权，上紧明年元旦施行。公司若准违法，上重会罚100万。顶个月发生中营空服员破病，佮继续上班，尾也不幸过往的代志。经过劳动部调查，发现中营航空确实有过度使用考绩分数来互想要请病假的员工压力，致使员工拢唔敢请。也发现航空公司伫空服员执勤发生状况的时，应对措施无够完善。长荣航空对于组员在执行期间突发疾病的处置规范不够周详，未确实要求所属的机组员。依所定的客舱组员手册落实实施。至于长荣航空涉及违反劳动基准法37条规定部分，未来将由桃园市政府依法严正处理。劳动部表示，因为和民间团体专家开会讨论，要针对民众进行调查，发现确实有超过1成的企业会因为员工请病假做出不利对待，所以劳动部也宣布拍算修改劳工请假规则，保障病假权，上紧明年元旦实施。公司违反规定，上重会罚100万。雇主如果有不利对待1年内请病假未超过10天的劳工，而且他无法举证出来该不利对待与劳工请病假无关联时，我们的地方主管机关即可依违反劳动基准法第43条的规定，跟同法第79条的规定，予以处罚2到100万。不论劳工请几天的病假，不能恣意的滥用考核权跟管理权。劳动部讲，针对中营航空的事件调查报告，嘛交予民航局进一步去处理，也会将细损的空服员相关病例交予职业医学科的医生来评估，协助家属申请相关给付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